平儿落公子落夫人。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本地人。这跟别两人。妹妹，你是异地相亲了。因为你到山营几年了？正好有年进定恭喜变娘，小弟刚我之贼，父亲在我论道，到山营蒙增加费用，做了原地。你的老母故事，小弟自生5年，回想起来有20年了。不管，这李贵不但与你同根，还与你同命运啊！真是，同是天爷累了人，下我何必生相生？李贵，你也想不归吗？李贵真是上宾，怎么不归我啊？成就名门山营，谁梦想要谁个龙情？请。这位是赵夫人师兄，因为赵府大人金德设计，自称龙女潘都江自家。四弟兄在山营有名的小王茶，因为。这位是道金与司令郎陆玉师师兄，我是那一英雄义情，陆兄夫妇不存毛来，做一个不识字卡，陆兄不为见怪吧？郑大人才朝得正，陆公子在山营的口碑，陆有也就闻了。此来我与严康礼万事家女，
家务于灵州，灵曰：当年孤从神灭，今日将来心中常地到凌云。哦，这那真是此研究难得难得。家务心里念道，灵曰陶不文章，何曾麻木率领？他一向平人相待见，知名长进，精进重用，早试一下的将领，不归兄嫂还不知道吗？我有尚未所闻，姐夫体弱多病，过关严云也无生闻，就此事也恐难引导聪明。请诸位执着，即即常待吧。老夫人，我本朝不该死，这是为了你家后父公子前人。就是他，若老夫人是本案的大师子，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知道何家天命之后。是啊，我人先代书吧。那我只好实施了。灰姑娘生来不来命，46岁才能嫁出门。早年出家走厄运，刻苦刻母刻苦刻苦刻苦尽，女儿家教了不来命，无儿无女过一生啊，那么不那么阿弥陀佛。现人要紧，天命难违，天命难违。公子夫人，你来了。爹何时到达？今日到达，就前往府上，谁知老夫人庙中惊吓，你们谁知府也？只因随身带有凡金枷锁和珍贵佛饰2件，灵应之时，郑大圣再三嘱咐，要尽速灭将。孤儿过来师兄，这位是我家舅祖有名一时的应天爷，也是个岳母门人之交。哈，你们一介夫妇不应礼义，传世长业，只为原谅。小弟生一云，有谋大名。今日家令小院不胜容易，爹，请坐。好，小弟赵世生，爹，你从家里来，不知以后尊敬监高。我门也。脑盆灵官想朝廷，
生命，自传的编，说的说，懒的管杀的杀，硬的教训，之后的家国定家的聪明，王家恩典奉了老母婴儿孙，幸亏这9岁的孙儿不甘平，不知奸臣，命分难平。长命是金贵什么朝廷攻击这一步，你有几亿的脑袋？奸臣陈大儿子，立志不生。哎呀，你师兄是吃中药，是出生活了兄于虎地呀。爹兄，你师兄是鲁御史公子，他大陆境内，你求机会。哦，原来是你。嘿，你有种正常。爹爷夸言夸语，令人亲近，使人一去必来报复，不知道会谁多病一事。无一不可。郑大人去年去世之后，已并财政是可比，闭眼不起，不妨暂时不家，定这一个赵氏，他也难我不得。赵兄所论正直，爹爷意下之何？难得赵公子忠官一代，铁某从命就是。这是宝剑一柄，唐大人作父，女生若公子。书信一封，福彩一字，请小姐免受。多谢爹爷令。我有我情况是何？唉，唐大人揭露毒事，原也已算失落。这是接到京都诏书之后，就算长叹郁郁寡欢，他只是放飞我远征。我立江陵之臣，诏书一言他3日之内启程，他何时去领问？他是小姐困醒，是算明白。却在送给爹爷当晚他就将死成了。
乱从你来之神，与你共度欢笑，我有凡无爱用，为你奋战，我有一腔缘分，我为你背劫，我生你父亲，我也不愿多生。你是什么傻话？你有高堂重爱，我是孤苦一生。我是旧辈子，你是我母亲的亲侄女，何来孤苦之关？明日是母亲50寿庆，亲朋迎门，你要打起精神，早与里里外外，让母亲高兴。早些歇歇吧。这见老公子怒气冲冲，从沈家回去，这是被江陵来的一个人羞辱了一场。江陵来了人啊，那有封我兄长的消息？那倒不知道。定是我兄长派人为我50岁带送礼来了。啊，夫人，你早点歇歇吧。好，明日一早我来护守。母亲，与母亲亲爱众人，祝母亲福寿好运。拜的什么罪免了？哎呀，大叔子，
其实他你来得好早啊！今日是大狮子五十大寿，平日我干不早到。菩萨保佑老夫人子孙满堂，长命富贵。孙子还不知在哪里呢？乖，母亲，说是将领来了，什么人？哦，是铁英的爷。那他甚呢？他匆匆一来就走了。是来何事？这难道我兄长派他前来，为没有心么？第一是他走得匆忙。每年我的生日，你父亲总是有心带来，为什么今年为一些东西都没有呢？就托他再给我一瓶酒，再去为些一支红菜。娘亲好啊！母亲，当年只是孩儿们切不知情，母亲不必动怒。你不喜欢，为什不在这也是死了？孩儿不在意的事了，亲娘媳妇。娘才要娘你挑选，你不生产，我不明他冤屈。母亲，既是死的旧情，何故是此？为妻不管。老夫人，少妇生父，丈夫渔夫，送来礼品，我家包脚随儿随到。老夫人，快到水厅去吧。老爷，你撇下老身好苦啊！哎呀，侄子，今日是你的喜日，您可要紧。请公子少夫人您可去吧。你先去照应，我们再来就到。风儿乱子大子乱上，大堂外不动情，雨高风狂。娘亲谢谢，母亲送。老夫人，今天这样大的场面，你娘凭你大开眼界啦。师太，可人中怎么会有人向我提起
我兄长上京赴任之事呢？哦，昨天我也听卢公子说起，他父亲卢御史向秦丞相报举唐老爷进京之事呢。哦，是太，我儿今日启程赴使，可为先？还是我到你案中暂仔细设置，到度过清静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怎么能离得开？我想为仙姑娘啊，倒应该到我案中吃素念经，修修闲事再念。这倒也是。彩阳，爷，去请公子，我有事与他商量。是。啊，天不早，凭你告退。兄长难道真的应召上城去了？拜见母亲，不知母亲忽而前来有羞耻所向。是。你舅父当年多罪不是，不与新贵同流合污，至今怎么又应召上城去了？母亲与舅父乃是嫡亲兄妹，舅父为人忠厚正直，娘你是知道的呀。外人爷爷必然事出有因，为见这夜，母亲不可轻信。你还不从实说来，你舅父到底有没有来信？娘，你不要问了。事怪当家明鉴，我怎能不问？娘，你错话就无了。娘母你，娘母们，提起来心在伤心，就不去找你一诉苦定，留下彩虹间苦烈不忍心，迷路人没却自恨，江陵草草追，心与张松文。你在真假？只是不想过了母亲的心胆在身，可是你一定要问，你舅父到底怎么样了？就他不修照明，他丢家自成了。我那苦命的兄长。母亲又想告儿啊！
礼物付一名，婚儿年余父生命，今在家里双定。我儿会当年破性命，我儿会呀，为儿初恋真满心。一生情泪，彻意了。母亲亡亡，问山他乡，娘。小兄妹今生一同，今日见无愧，你比其上高。关上青草来二林鸟，红尘比起生死交，为谢他端上好用，今宵自责不好儿媳，何此遭？连日来归我被营长，取经不靠死亡而生无私，为国尽昂。再是迎人礼上临哀悼，再问风雨苦烈少，恨生国之艰难在郎小，怎能怨？临近妇女不是少，色色蘑菇乱迷，而恰不信孩儿生死不离，患难相交，把手牵牢。为先不用，落家先后。天不求可得来年，天上却有与为先不才。你的功名先生要是不要，公明先生前在生日，与为先后关。为先命中克服你的功名不忘，你才是何？见你当场，而愿杀其公明。昔日为娘太诚心，为妻与家也失去了情啊。只怪他今日到底迎来了罪恶营门，为了他们做
莫非是要孩儿休妻不能？是，娘后诚心出此，此王儿应娘两件事。哪两件？你明日即往临安府考，早已定了是这儿呢。为什么暂时你安？你是艰苦得中，为谁有福？不论此事不举，彩彩荡荡接他为家。是他不忠呢？落家门第，你的先人娘与你也只好神通感恩了。此儿万载聪明。你这不孝之子，娘，求娘别别此意，娘心已定。
回来了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你收拾银囊。为我收拾银囊。另外，我不去了。莫大的神王是孩子王，考据必经，你遵行此事，应是要紧。家里的事，你必挂在心上。好一个为美不，没有。公子，身家李贵妇就见，唤他们进京。是。李贵夫妇他们来此之人，想来必有要事。公子、夫人，木兰香貌美中妇，请公子夫人见谅。莫非我公子所参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小两口商量好了，为公子送银来的。为我送银来的。今日在深院，公子不以下人办理，以我们来了异乡之人共办，使我们永生难忘。这一壶酒，不知几样来相处的家乡出菜，比不得山珍海味，可是我们小两口的一份心意哦。兰香，你身外一云，辛苦你了。没意思么哈？快你身上一张，真经在秋风瑟瑟。妹妹，望你去我后一切所有礼贵是我也真有此意。这属实的。都在你父母一片真诚，若有怪动无益，区区意外，不容言弃了。多谢公子夫人。家中事你放得干净，为了你，我一切都能忍受。是他恨你之内，非你所料。我听过了，只要你将我休弃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不是休弃，是什么？是才是分离。你是令我此场之本，用不着不
多多算算的。这个才是非礼，非同寻常的呀！母亲她心里有心烦，这里子明里把我功名你幸福怎会想起你？他要你接着观望，你安子娘家在今天之后，我把他送回来，彩彩当当迎接于你，你上不中意，你我情义是海深，我能跟我命难求。我劝你生母命，写下一字血题书。你疯了！不是你死也不写的。可怜你并不是我，为何是你？吉祥哎，何生我此生一鸟。吉祥是何生我？谁说？自从家说君家父，朝朝暮暮凄风苦雨送艰苦，不管开玩笑。不管众生苦，一年酸与苦分来一世说。我是虚数是本土，只想你这句门。天茶不烂，菜不苦，长相守，连真心，岂是好夫真情心相依，不忘江湖。此心为心心之故，一心上阵永相落身，他永真相惜。我心中深藏他，不管你夸不完不停的好丈夫。
句马不言，少爷要做五花郎，行军是风流之上，八成是迎亲回当。金英师太，那场为系百里迎亲会上顺利立了一封，少爷也真很赏于你呀。这是哪个女人金恩良月，毫无神通百生之意，这都怪你判词不力。陆公子，这也怪不得凭你呀。这女子刚强的心总未见过。那，哎，你这万不急躁，万事急则生变。若有这小子已把他休了，他还指望什么呢？他要等到了有复考的消息，哼，他在做梦呢。我写了一封密信，这小子已名落深山。魏姑娘，魏姑娘，魏姑娘，李贵。这业务上面派我照顾口信来了，快说！爹刚从京城来，带来陆公子消息。陆公子怎样了？唉，陆公子文章本是第一，真情亏老人，硬要把他身子捧带上去，逼着知识官将陆公子是命。我说是是。非分不义，再三劝慰，他坚是不肯为反应。我现在事业凌云，不能去令我为他分忧。这刘少爷怕陆公子有什么差错，他派我前来向姑娘求情。结果我千万小心你名人来去，大王令哦，自甚好。姑娘，这暗中到处都有陆家的恶奴，好生奇怪，你要小心啊！你放心吧。我有千年大计，送我前去。
官三更到此之人。魏姑娘，生缘一见，实也是子，可恨若有结因向你休息，不如才学生去吧。你也是官家之子，因也显这个你隐于名誉，不怕枉法吗？他有王法，我有老子，必完所责，发将开门。要我开门，发是做梦。来，上去，来，开门，门的好嘞，哎，好啊，门关了闭，每日给你扫书，放夜给你重修文章，节目上，开门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又何必呢？若有将你休妻，你又无家可归。我若要是对你无害之意，你不要辜负我一片真心啊！嘿，好，来，下去，走。你不乱去来。再放纵，忘恩不犯，现在要全部一死。魏姑娘，爹，你怎么到此？这不是李贵来吧？姑娘先早着手，赵公子已带人在燕尾接应，快载我去吧。多谢爹。来，大姑娘受惊了。赵公子，此为救命之恩，为先永世不忘。大姑娘不必拘礼，请吃正杯子餐毕，养息身体要紧。二房上绿中烟台，期望我
相公回去吧。哎，有准备毕业这次消息吧？是。在外忙门，我也身为同心，在昔日场上救难顶峰，但盼夫人珍重为师。兰香，你这夜可小姐，君准备聚餐，为夫人倒把居先追热来。是。兰香，哎呀，死了公子！兰香，你那李贵人，当年他在第一头分我孙女高将军帐下，做了一名小妖。哦，谁知幸亏这老人送去夺罪，作死了女将军。从此第一李贵就再无音信了。记得你当年身外有孕，你那孩子呢？我那孩子已年10岁了。3年生日并且生公子死后，我也离开这园子，死后新主人了。公子，你快歇歇，我去就来啊。好好。还有个李贵为国养老，还有个兰香很心思苦。临危城的在贵贵人们呐，你们在湖光山色之中孤身的，哪还想得到恢复中原？哪还想得到黎民百姓的辛苦？哪还想到黎民百姓的辛酸？不了不完路。
兄，久违了。表兄，表妹，你我那此次不忍前往表妹，表兄想能史仁兄二人妇女有亲来为援，若有愧不敢当，这里早面些。哪里的好，只去这一杯。好，高兴。老兄，你们兄妹多年不见，就这次携带携带，使我不能奉陪。遇见他，红酥水正望灯卷，今日里必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人言了得容易圆醉，不看他笑脸含泪，心旁有我长眉轻柔，手穿着，经过他杯中酒梦悲欢泪，他闭眉遥遥难开口，有多少悲苦话吐万绪，光听一句恨一句，思恨无期，梦难留。陈言盼来一岁岁，千岁百岁皆君表妹今天一杯。玉兄领了。谢妹听人言道，表嫂言说体贴，为妻深感慰藉。他嘛，像谁的是一古巴的言在邪物，只可惜他所欲非人，加了个话不留基的严肃生。表兄，小妹名头，此命难言，47人风雨红日，一别生意，此差天亮。表兄弟今日营中，能在见到一会儿。为妹一言难尽啊！曾经归头，岂在能？我临安落地。风雨起。
穷穷一生无自己，我与为人必来意，纵然是千丝万丝，今非是保的那李贵沙场也真皮。为妹，今日巧遇，再见无言。愚兄如得一句，请为妹此赠一不可以啊！这就是你是一定要快的，一定要快的。莫人曾
张小哥，你这件衣服，我还能认得出来呢？不瞒你老人家，这衣服是我爷爷留给我弟弟，我弟弟才留给我的。你爷爷？我爷爷叫李贵，我是他的孙子，叫李琛。哦，你是李贵的孙子李琛啊？哦。启蒙大人，真姓大名啊？我叫罗友。你就是罗不过罗大人啊！小别看人，小别看人。起来起来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罗友啊？大人啊！我奶奶把你来当年，常把大名挂在边。他是你的爷爷恩情不浅，贵公子从不把下人言。我在华都人，不知你家情况，你奶奶可好？老大人是回过奶奶之后，又得知我爷爷追死的消息。我那奶奶呀，我奶奶终日泥口下了庄严，40岁满头白发真可怜。多亏我的娘天天照看，初大外公奶奶面度余年，才知道黄梅不落青梅落，苦命的爹娘与离了人间。自曾家祖孙二人相依伴，风雨波才生山。听你一番话，谁该背痛？李琛，你今日京城之人了。我奶奶每隔10年进城一次，今日是外公奶奶把着阴瑞，我陪奶奶进城到有节时见你与他呀。怪不得我在有节时听知识说，有一位失明的老人在那里痛哭，原来是他。他在哪里呀？大人你看，他在哪儿写着你？带我去看他。大人最好。兰香，兰香，老友快你来了。哪个老爷63年前出自园内，为你夫妇敬酒的老友，你记不得了？哎呀，陆公子，你可应别了。公子，请坐。我已鬓发苍苍，齿牙牙落，我只口有别了。就是你看见我，也认不得我了。坐下，坐下。兰香也老了，要是魏姑娘能我到今日，你也不会生走。他会老吗？在我心里，他
那样的年轻，在我心中，他不认老，也不为老啊。生源小调，情不变，必生为王，今上也。公子此次送人，为姑娘在决定于此，也是高兴别了。只怕结下下梦，我是认得出他到危险，只怕他已认不得我三翁陆游了啊！公子，他对你也是你对他一样，就是在重病时在梦中，也或是不在认识你哦。今天云地无岸，不是明天看他不见。你知道这打算他的故事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姑娘，你的故事都定好了再说吧。该说的时候了。故事三言成内，言言先心成就。三言语聪明伶俐，能诗善歌。不言15岁那年身亡血症，临终时求爹娘变卖他的私宝身世，钱饶只说保他。娘后是乱语，知道他的不行。
公去天上，不是要回来了。你带我全来找相公，他的高兴和你，我的心是吧？你劝他千万别请你勉教老公子。来人，往事不停中用，请他把这彩儿带到爹娘东门，我那老舅乃是乃子红背思想离上一辈上年心我心
我把个菜儿子孙代代从，子孙代代李才，我的奶奶今生不能再见皇室部长，但愿你们这一代，你看到恢复中原的那一天。老大人，我奶奶和你说的一样，这叫皇上当庭之言，老百姓哪有一个不要恢复中原呢？好，实在好啊！啊，为谢